从来相见自然，与同胞登报他为那庙边，送罗汉村菩萨拜报神言。张先生，到此之中多疑有变，请先生方丈代查。哎呀，那边好大的院子，不知是什么所在，一发带我才行才行。先生其实那边是去不得的，恰是为何？这里面是这一个崔相国的夫人和莹莹小姐。崔相国家眷为何不知官意，恰来包杀举子？先生有所不知，只因相国去世，夫人与小姐无了灵柩，为转柏林援军，路上不幸，孤儿三世，寄居失踪。哦，原来是此啊！夫人平生世家年轻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的。张先生，请。好，请。红娘，小姐开了酒门。晓得。哎呀，这次女婿来了，遇上了多有不便。哎呀，这怎么好？哎呀，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到这里躲一躲吧，张先生。哎呀，小姐快来！小姐你看，那边来自仙翁旁边去，快来呀！啊，红娘你来看。只听得哩哩应声，花外转。梦传千户8年，风雨你远。张先生，小师傅，这一位可是蔡家莹莹小姐？正是蔡夫莹莹小姐。那小娘子呢？那是小姐身边的侍女红娘。张先生，我师傅就要回来，请先生方丈代查。小师傅先行一步，小生随后便到。此次先生就来。哎呀，妙啊！你曾你心参风面，才天下天冰云边，有女挽袖斜面顶，引导本在吃开颜，结我要子教育原是谁侣，才晚风闲。用子分经过了万千，是这个男人儿几曾见？我眼花缭乱看
啊
哎呀，金凡事哦，平把这贪官相思平儿传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啊，萧师傅，张先生，我师傅已经回来，请先生方丈带茶。好，萧师傅，请。啊，萧师傅慢在。原来是红娘子，红娘子有什么事吗？奉老夫人之命，当天在即，不知长老可在方上？我师傅正在房上，只是有劳萧师傅领路。好，我正要陪这位先生去见长老呢。张先生，请。啊，既然这位小娘子当天在即，小生同去不便，就请先引一步。好，此次稍备了，红娘子随我来。嗯。必定从此经过，我不免在此等儿与他，于后不可。哦，他来了。啊，小娘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先生吩咐。啊，我们小娘子该是时候应应小姐的侍女红娘在么？我便是何劳同等。小生有句话，管什么？言出世间不可乱拔，一出人儿夜里难拔。请说吧。这个，哦，小生姓张名公，字君才，本官昔日人士，年方23岁，正有着娶了知识节省，并不准嘿，问你来，你不是说你先生要你的生辰八字何用啊？哎，这份小娘子。你家英英小姐，她可查出来这么？出来便这么样？哼！夫人在草林边上，自家年纪小一方，三寸三尺公子辈，我早不管谁中堂。先生你的情我不，我要细细问端上。小娘子，地理分言是故事，都是人真光把你忘，从今须得不乱讲。宋继黑，你当问的问，不当问的就不要复问。你要是复问啊，陪老夫人的案子你何一场？真是个书呆子。凭什么心沉长？一天走锁门肩上，小姐呀，你心中察觉老
宣当，你不该领去回头望。今生上不和你做平头脸，难道我前世少了团圆香？红娘啊，你年纪小，心气刚，为什么人生命丧？哎呀，红娘啊，张郎杀去相为貌，女小姐郎才女貌真相当。红娘啊，你不忠美，我便不把小姐想。红娘啊，你可知这是娘亲的债最难偿？唉，准备茶叶满身，长靴短衫，我前颠倒真随常。是呀，我不免向和尚借得伸手一记，早晚也好再见英英小姐一面。我就是这个主意，就是这个主意哟！进东，相公，我刚知道你都没有找他，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？进东，相公，天色不早为天忙，端去迎礼何树下。鸟语心如尘，银河道相迎。莫问是两小，无心外是金。实践听发聪所言，是英明小姐每晚必到花园烧香，切记今夜若把风情，他才来迟，我定能看到十分清楚。
梦听得竹门儿呀的一声，风过去城里来，一相心声。我的大姐姐儿仔细听听。呀，妙啊！比那是初见日月细真。去想嘞，是我听小姐她说高是什么？一直想冤枉路，到升天堂，儿子想冤老母，把年岁长。三子想，见小姐欢喜满满，我难小姐，为什么每月到了这第三次相亲没有忘了？带红娘来替你做牢房。袁小姐早配鸳鸯配个，万事在有长远郎。风为人们温柔心相惜，把言真上。谁的顽皮？阿红娘，你看，今日有色好不明朗。是啊，今日也是好不明朗。阿红娘，老夫人命你去问长老，今日可与老相公做好事，你倒是问了没有？我问过了，张老师本月十五是谁公之日，可与老相公做好事啊。小姐，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来了。什么好笑的事？现在老夫人命我去当天采集的时候，碰见那人在出门口遇见的那个秀才，他叫红娘深深一深。小娘子不是殷小姐身边的红娘子吗？一生。小生心脏面公是群才，本官西路生时年方23岁，正有17的知识见身，并不曾娶妻。哎呀，谁要你去问他嘞？谁问他嘞？他问唤着小姐的名字是上出来走走嘛，被红娘好好的抢不了一顿。啊，红娘，你不强迫他也罢。我不强迫他，不知道他还要说些什么疯话呢？啊，红娘，你告诉老夫人没有？啊，红娘们不曾告诉老夫人。啊，这些小事不对老夫人说也罢。红娘理会的。啊，小姐你看，遇到春天，我们再摆一摆香吧。唉，有贵无言。为何有此状态？仔细想来，小姐此态必有所过。我不免以月光花影为题，高明一些，可他是何？
小将，我和你无所忠心，家乡儿走到天明。也是要他老夫生出来，去吧。家乡忙听闭门声，关门声要声去尽。有心归路离空庭，一马青云寒对冰。夫人小姐，请为王安息去。长老，你也辛苦了。儿啊，这为娘嘞。长老，法是真的做完了吗？是啊。小姐，你可他一夜都没有定过。哎呀，长老，你多做一口不好吗？张先生千身一命，你也给为王谢谢，老身也要别过了。怎么天亮了？横杀女人关去帐，不留片刻把我逃。有心真是我心好，多情恰问我心难。效果，师母就叫守将孙飞夫率领5千人马为师师们口口声声要将崔家爷爷小姐不要谁夫人。现在大家拿4个精兵，谁也不管再去与他斗啊，这怎么好？这怎么好呀？大叔，快去吩咐好人等，叫他们坚守师门，快去快去！长老，启禀领导夫人，共上杯茶在手上。好。先生，你往哪里去？小生连月半才是高台。好，李老夫人知道。长老，这是因为我辛苦水天马死成了。夫人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我们虽将孙飞夫带领5千人马，将师门团团围之，口口声声
见家。
叫长老你想量啊！算我长老，你莫算挖下去，可是神等有些人推得这平地，老身做志愿，倒霉长命，将小女引去他为老身生命。我眼睁睁成婴儿才还是人等听在，如今尚有人能推得这平地？老夫人做主，竟愿倒背葬礼，将依依小姐与他为妻，与他为妻。你莫小看我书生也，我是有条兵部，心乱真为夫人，这位先生乃是老孙的亲戚，他倒有退兵之计。先生给我退兵之计。方才听长老当众小谕夫人之意，小生与何处生说，同在危难之中，故而愿先退兵之计。只见先生仁义，方才与长老言过，有谁能退得这兵的，老孙做主愿将小女引与他为妻。夫人言出之善，小生你也不容置，此事但请宽心。长老，此事太低，显得奸从长老。老孙野蛮无用，怎能退得这兵啊？不必惊慌，去到中垒之上，小雨出人。就是夫人言道，小婿小不在身，道场功德闭没，送与将军，只怕与君不利。请将神马参开你今日的3日之后，功德圆满，小婿完了结果，方能送与将军。那3日之后又当是何年？夫人不必着急，小生有一不有，心都明确，号称他马将军，统领10万大军，征随不快。小生与他有800之交，一封收去，救兵必到啊！杀得把马将军先来，何日一个生肺腑？夫人但请放心，请先修书过来，书马早就修好。了小姐，他况他不测，也真难为他了。此次多谢先生。
声响起，可话也必得客人嘛。哎呀，张先生，我请大王不为人情，我虽诚心的众生，今日眼前我的他，请贵人和英英上上批评。我想我战功也有结草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为什么看着地下的日光走来走去呀？红娘子呀，小生卡中少了一枚金儿，故而见得上光，看看我的衣冠穿了几针。原来是来为多赢，真是个风魔双定。红娘子呀，你看看我这两鬓时候啊。你光与我到苍蝇，算嘞，算到牙根。红娘子，小生卡中少了一门偏命，正好去见老夫。你配一个金香能，两碗功劳是红红的，先是小姐心中十分深，总是为先生胸膛大半边。张先生来了张先生来了，张先生夫人在上，张公天堂，我定看眼神色惧，只见他不恨不动低头说。真是个几时老婆婆，今日出妹妹公公，我今儿比在心儿苦，望看娃儿难轻诉，长尊这一幕，恰摆着眼睛做什么啊？正经哎，是儿啊，上天与你姑姑把赞，儿啊，他上天与你姑姑把赞呐。他记得眼不下，这牛眼睛不，他起了这好子，化作了乱哭。先生，请我饮四杯。小生两早，红娘接了杯子。红娘，请你家小姐陪敬一杯。放在手给小生两早。小姐，这烦恼真生得了。而今来闹难与苦，他的是就是两真来话，我有心想把衷肠说。真乃母亲在旁边。
是可惜，且请张先生莫因此悲。且慢不恭。夫人更是，小生有句话，管什么？先生有话请讲。先生，孙飞虎为了日月，兵财草政，夫人人生不能可忍，能推测兵丁，就将阴影小姐与他为妻，是有这句话吗？有啊。当此之事，又是谁天生而成？是张先生、啊。是谁先下书信，请来把马将军推下这笔？先生有救命之恩，怎奈先想过在人已经夫人请旨，将兵结为，即是小生所为。夫人立给金手协议，将阴影小姐许于小生，为我何以兄妹相称啊？张先生，小女终身先想过在人，甚至许了老身的内日成恨。先生他有书信到来时，即使收到，他仍来是将老身何以为对哟？夫人原来是这个主意。请问夫人，要是把马将军不来，沈飞虎公算不利，请问小姐有时候都配与领着成恨你这个张先生。自己我情愿都已经不相凑，愿你临平高门实为良理。夫人，当时小生天生而成，岂为推动你的贤才而来？哦不，你太小量我张公先生，高抬张先生不必如此。哦，张先生，你我几位之亲随其先生一日西厢，一别前途报德。红娘。张先生在了，快送张先生书房安息去吧，明日必有华生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少喝一杯不就好吗？哎呀，红娘子呀，你也无度，我喝什么酒嘞？小生之间小姐之后非情忘财，谁搞不得别人却瞒不过你呀？先生那封书信本不做到，这是你家夫人当一品太君，金口流言谦虚婚姻。红娘子呀，这不仅你我二人听见，两郎说罢声说，上有天下有地，我的菩萨都听见的呀。如今你家夫人忽然变卦，这叫小生心情极穷，本无面
行过事，行了吧？说什么话？夫人有言在先，事情反悔了。我说先生添了生气，就是红娘听了，也是为先生不平。红娘子，你就不明之意，何以教我啊？实在你说，今日之事都是夫人做事，小姐未必一般心思。也罢，待红娘相公发儿，是你小姐一同行诉。杀到红娘姐如此，小生生死不啊！张先生。伤心胜春秋，两小托衣四听经。此前正与张生约定，他在西厢月下丹青，我与小姐们到花园烧香。怎么我进到花园，他还没有来呀？等我唤他一声，啊，小姐快来！小姐你看，今年月色多好啊！幼儿啊幼儿，你又出来做人啊！望晴空冰冷杂用。相见风骚彩虹，牛女心恩断开通，给我带起钱来。
非是他？阿红娘，你听，这是什么香啊？哎呀，红娘听不出来。啊，小姐，你是谁呀？我不是不要的宝鸡玲珑，不是的。我不是群徒的官白叮咚，也不像。我不是风吹天马眼睛痛，我是大败皇宫的夜明中。也不是。啊，小姐，这声音好像是在哪边呢？你再仔细的听啊。我在里见身体，身在江东，亲原来心想的人儿离是小姐，你在这里吵响，我去碰碰老夫人，她睡了没？他不做铁骑刀枪把仗生用，他不要给生我立功，他不称高啊把风雨弄，他恰是儿女地狱在小场中。他是一穷，还比穷，不知为搅乱之风谁自用，他却为中一统，真名是把老匪过西东。关娃一瞧，关张爷只因千户，此心同情在我眼中。向外自有生息，定是小姐。待我在师坛也穷。唉，现在司马相是正旦一缺，明月无救啊！小生奇观似曾相识，这是小姐你哟。哦，这当局又是何比得上你呀？啊！我今便将此却打来。有美人哦，今日梦茫，一人不见我，
奉天好将我四门俱往，无奈家人我不在东江，张起待女郎，也是中上，不能与哟，是我沦亡。办得好，是办得好啊！妻子爱妻一气，叫人听了不觉泪下。哎，夫人忘了你万责罢了，这是小姐你呀，你却不该说谎哦。哎呀，张生啊，张生，这个你错冤了我啊！恩亲娘她变了瓜样，自认空，真怪我当儿女把你欺弄。闺门里他不是不也叫女工，岂用我女儿家去乱弄？母亲啊，你愧不应心弄成空，让官人将儿举痛。从今一到分将儿，各关了云山，千难从此与高眉梦小姐，什么乱梦，什么神通，什么高堂，什么梦中，被老夫人知道，哪完得了？你这小女子，真吓了我一跳。小姐不用害怕，红娘是与你做啥的呀？完毕。啊，红娘，时日久了，回房去吧。啊，小姐，张生要醉了，你知道吗？都醉。啊，红娘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然是真的了。啊，红娘，你快去对他说，叫他再死去听。小姐不用说去，红娘即刻就去。回房去吧。哦。小姐呀，小姐，你多留一颗不好吗？哎呀，红娘姐呀，你轻易的与小生为娃不好吗？张先生，哎呀，红娘姐，红娘姐，小姐她也来听见讲了些什么啊？哎呀，张先生，你却像是谈恩娘，他只因杀气心天大，趁着风起月朗一生事，可是红娘来相帮。小姐要红娘姐想搞些什么？小先生，这是先生此几天。哎呀，小姐她只有接连之心啊！红娘姐，我这里有个金条儿，管把红娘姐给予小姐。啊，张母可不管。要是小姐她一下子变了脸色，红娘，这是谁的言语？谁叫你去哪来的？你这个小女子竟管这样无义！是什么要吃掉儿告诉老夫人，她不要把我当个官司。小姐她绝不会是此，
这是红娘子，你不肯与小生带去吗？也罢，待明日多做些财物，酬谢红娘子。我是偷渡你的财物是来的吗？现在家卖弄家事，真是帮我红娘多伤心。我才是女儿家有志气，难道是贪图你财物才到此？呀，红娘子呀，小生说错话了，说错话了。你啥子可怜我这个傻小子，舍不得我还替你想法子。好，就依红娘子。哎呀，红娘子呀，你是可怜可怜我这个傻小子吧。这边才是。张先生，这上面写些什么呀？红娘子哟，心心戚戚怀问句，后先无言把句词，一人一副同心志，再现鸳鸯成双子。这什么心情诉的哟？一听见丢弃了女儿的心思，小茶碗生死状，自分永死。难得抬身一声长叹息，情分裂，谁还情丝？帘中正闻常言之，家原来已岁多长子，明日红娘她常在此，叫人她伤尽心思。这事情啊，定是他叫红娘拿来的。哎呀，张生啊，张生，你也太大意了！张生如今几次事件，叫人看了不胜观看。我要负他一心，有恐被人知晓；啥不负他，哎呀，又叫人隔山不下。
老夫人去，我当下你的下本。谁来？小姐，小姐叫我去看他，他才叫我带来的。小姐不叫我去看他，我不向他讨来吗？这是红娘也不是知道他里面写些什么样。好，小姐不用闹，带红娘到老夫人跟前。出水去，红娘，你到老夫人跟前出水哪一个啊？出水上身啊！哎呀，罢了，我是对着你还的呀。哼，被老夫人知道了，怕不要当下我的下本事。老夫人怪你是因我替你说话，不妨事的。哟，小姐以为儿告诉老夫人当下我的下本事，以为儿倒要替我说话了。红娘，你近来说话越发不知轻重了。我都是叫小姐弄糊涂了。红娘，过去的事啊，就不必再去比他了。红娘，我还不曾问你，今朝你到水乡去，那张生他到底怎么样了？不是，你快说呀！不是，哎呀，好姐姐，你快说呀！小姐，那张生睡得真难过，不是啥办，怕公他不曾变成这个样儿，一个亲姑太医与他款款争儿啊！你当他生什么病啊？他是谁也可把家计盘，因此才逼亲女帮参。啥要想性命登仙，是比小姐举口气难。红娘，他这种胡言乱语，你下次休再向我来提。幸亏你的再问，是叫别人听见，整什么话呢？小姐，你叫我去看他，我叫你去看他，这是兄妹之情，与我别异呀。哎呀，小姐，张生他愿意和小姐做兄妹吗？要不是老夫人许了又拉，人家管这样讲，管这样想嘛。谁是我家亏负了他，他也不该是此。哎，罢了，待我三过见天儿去慰谢了他，也就是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些什么来？这样不要害了他吗？红娘，你不知道，我是不小心慰谢了他，以后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呢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啊？红娘，你去对他说，小姐叫你去看他，这是兄妹之情，叫他再也不要胡思乱想，以后再办，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。红娘就是连命，我也脱不了关系。拿去，我不拿去，快拿去！我不去。你这小妮子好没有分晓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小姐啊，小姐，你这个心儿往哪里去不是你今日里审问到底。
去吧，你送为熬他，这是上身，晚上等着我的委婉你。朱红娘不是，只好到书房走走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红娘姐呀，事情怎么样了？哎，我要杀了，不及时了，不及时了，小姐恼了。小姐她怎么会恼呢？一定是你红娘姐不肯用心是我不肯用心。哎呀，张先生，天在对上你，你那个线条写得好啊，好。只愿你心生明鉴，真是我红娘为难。少不愧小姐素相面，今朝先就办了。从今儿相为早见面难，劝先生早行宫，既来深山。哎呀，红娘姐，哎呀，张先生，再也不必守住你的肺腑了。怕小姐唤我要委屈。哎呀，红娘姐，红娘姐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要是走了，我有谁替小生出主意呢？哎呀，张先生，我管不了你们的事。红娘姐，你不能走啊！红娘姐，你不能走啊！哎呀，红娘姐，你不能走，红娘姐呀！哎呀，张先生，为了你那个线条，小姐只差那棍子打我了，你晚来算我。为了你恩情来我，先生一了财产。哎呀，红娘姐呀，你一定要替我想个法儿才是啊！小生这条性命，现在红娘姐身上了。哎呀，红娘姐呀，你要取我的命啊！哎呀，张先生，经过其他的娃儿都是难，好叫我做也做人难。我只关于他犯了些什么，小姐有违心在此。喏，你自己拿去看吧。哎呀，红娘姐呀，故事唏嘘，故事唏嘘啊！唏嘘，红娘姐呀，小姐她有事到来，你何不早说？小生立该定金，绝对不行，请小姐施策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红娘姐呀，小姐恼怒都是假的，假的？你可知这书中之意？这书中之意哦，这书中之意怎么样？书中要我今夜到花园相会。我信不信？信不信由你呀！张先生，这上面写些什么呀？这上面乃无言是事句，但要细想下，民风无不开。家乡欢迎堂，你是女人来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不要念了，快
解语我听吧。好，等我解语你听。得要细想想，就是小姐要我约上便去。有事情没原谅你。呀呀呀！红娘子呀，此乃私意，此乃私意哟。宁凤无半开，小姐在开门等我。开门。大像花影洞，小姐要我跳弓上去。跳下。哎，你是女生来，就是小生我来了哦。张先生，真故是这样解？不是这样解，那红娘姐啊，你是该怎样解？哎呀，张先生，真故是这样解吗？相生乃是才私密的作家，这诗句诗枉为解错了嘛啊！好一个小心，连我红娘都爱过了。几人见双手的满过语言，好小姐心眼儿怎样刁钻？看起是进了这西美梦。哎呀，红娘姐，红娘姐，小生乃是读书之人，怎么能挑香呢？挑东乡与红娘两不相关，挑也赢，不挑也赢你们的事我都不管。哎，红娘姐，红娘姐，红娘姐！小姐呀，小姐，我看你今夜似乎瞒得过我红娘啊！哈。今晚之事，好不叫人高兴，好不叫人高兴哦。这是小姐叫我去挑香。小姐叫我挑香，我是非挑不可，我是非挑不可，非挑不可。